去年疫情伫台南市府各学校的共同努力，让台南的学生虽然去受到疫情的冲击，伫咧学习的方面并无受到相当严重的影响。17岁上午伫中英大学召开110年度第2学期高中、高职、各有各中各小的校长会议。市长惠婷嘛亲身到现场感谢伫咧去年做伙努力行过来的校长各有教职员工。那当然，这个沟通，我们希望说站在一个大家能够有一个横向彼此了解说中央跟地方的一个学年度的这个政策目标，以及第一线所碰到的这个实际的情形，来做一个反应，来做一个调整。这不是一个政令不打，但是是一个双向沟通。我们也谢谢校长们在过去2020、2021这2个年度里面，是学校或是整个台南市碰到了疫情，那大家都能够坚守教育岗位，能够在停课不停学的这个前提下做的应该是全国最好的。那我们也非常有信心我们既然能够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将来还有很多的这个部分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实力来面对，而且能够克服这个其他的挑战。教育局表示，过去1段外台南市教育的成果相当的突出，伫咧公办线顶教育创下有900万外人的点阅率，各方面拢有袂歹的表现。市长嘛趁今仔日这个机会来感谢过去疫情期间大家的努力，表示会继续努力来改善各校的硬体设备，让学生有一个更安全、更有舒适的学习环境。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